请问祖先牌位台语安怎讲呢？好，祖先牌位哦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啊，来，手来。祖先的牌位，祖先的牌位，确定吗？祖先的牌位。啊，新竹牌啊。哦。哎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来，老师，新竹牌啊对不对？新竹白的对啊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了1分哦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来解释。来，除了这个新竹白啊，咱来去到金门，因的讲法较特别金门无啊，所以因的腔因咧来讲新竹白，新竹白会变较加变新，是，爱注意那个扭去，所以变新竹白，另外第三种。公马，大家较常听到，有无？咱讲一人一家代，公马是人菜，这公马在咱祖先的牌位第四种，人讲公婆。所以这有4种讲法咯